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这个超微半导体公司的执行长苏姿芳，有一个外号“半导体女王”，拄则已经来到台湾访问了，就搁要引发着一波 AI 人工智慧的风潮了。啊，静怡台港的龙头台积电，为着要因应着人工智慧的商机，决定要改变伫个高雄建厂的计划，要甲原本成熟的制程改做更加先进的2奈米的制程，真有希望会当带动着当地供应链新一波的群聚的效应。好业厝一栋接一栋咧起，看得出来台积电投资高雄带来偌大商机。当地产业链资金又有真侪利润，因为台积电高雄厂决定要采用更加先进的2奈米制程来应用 AI 的流行。We don't think today that Kaohsiung's if we build 28 nanometer, probably it won't be financially feasible。台积电先进的制程真正要伫咧台湾的南北干部来推进，2奈米生产的重点就伫咧新竹宝山工厂，当咧赶工，估计2025年后半年来量产。另外一个生产的所在就伫咧台中的中科，因为当地国鲁副球场的会员反对，用地也搁咧潮。外界估计未来生产会先以新竹宝山也有高雄南亚科为主，供应链嘛传出着消息，讲台积电已经通知设备商为明年第3月开始，将2奈米的基台交付高雄厂。这也都是反映目前台积电它的一个投资策略上的一个改变，也就是说跟留台湾，那么还是把先进制程的部分继续留在这个本土呢来进行生产。不过制定的调整嘛有看袂到的风险，因为2奈米会用到 EUV 的设备，增加用电的需求。第一期用电的需求嘛，为原本的3万6立方公尺增加到4万5立方公尺。不过高雄市府挂保证，讲一定会当确保水电的供应。当他决定要改变制程的时候，就已经告知市府，那我们也邀集中央单位做过一些这个因应跟调整，这个部分没有问题。规台执行长黄仁勋较早就表态，未来新一代电脑软体晶片会继续用台积电2奈米的制程。台积电另外一个重量级的客户超微执行长苏姿芳嘛，伫咧拄则来到台湾，人工智慧话题讨论甲真热。看起来台积电20号说明会嘛会充满着真侪 AI 的内容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